想同大家講聲就係新年快樂啦！2025年嘅開心同唔開心咧都過去咗啦。開心嘅藏喺呢度，唔開心嘅抌咗去，我哋一齊抌咗去。我搞咗 channel 同埋製作咗影片咧，已經足咗1年㗎啦。喺呢1年嘅期間咧，多謝大家睇我嘅 channel 啦，睇我嘅影片啦，多謝晒。我嘅影片咧都係環繞咧大自然啦、粵語歌、英文歌同埋咧懷舊歌嘅，仲有啲歌手唱嘅歌啦。而我最近咧就多咗做運動嘅片，而拍片咧就係我嘅動力啊，可以令到我咧經常都喐多啲。你哋喐咗未啊？而我嘅運動片咧當中咧唔係求完美嘅，係求咧日常去喐動下自己，咁亦都有帶有音樂成分，希望咧可以陪到你哋一段嘅日子。而嚟緊嘅片咧會多啲拍我嘅日常，亦都係希望你哋嘅日常。好啦，祝你哋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，多謝大家。